大家好，今日我哋思想嘅題目係萬世戰爭，經文係約翰一書第2章12到17節。上一次我哋提到假道嘅識別呢個嘅段落有3個嘅部分，第二部分提到一場嘅屬靈嘅爭戰，就係異端鼓吹我哋去滿足人嘅私欲，唔愛神，去貪愛呢個嘅世界。到底呢場萬世嘅戰爭喺幾時發生呢？喺邊度發生呢？同埋喺邊個身上發生呢？而約翰形容人貪愛世界係指到我哋追求私欲，而私欲以3種形式出現。喺第16節聖經話，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並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從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私欲有3種嘅形式出現，第一種就係肉體嘅情欲、眼目嘅情欲同埋今生嘅驕傲。約翰咁樣嘅描寫，一定係讓我哋聯想到亞當夏娃喺伊甸園面對分別善惡樹上嘅果子嘅時候，亦都產生呢3種嘅情欲。當夏娃見到呢個分別善惡樹嘅果子嘅時候，佢話係好作食物，呢個係肉體嘅情欲，而且係悅人眼目，呢個係眼目嘅情欲，而且呢個果子係使人有智慧，意思就係咩呢？能夠如神，能知道善惡，好似神咁叻，呢個係今生嘅驕傲。而約翰咁樣描寫呢啲嘅私欲，又讓我哋聯想到耶穌喺曠野面對試探嘅挑戰。當耶穌肉體惡嘅時候，佢要面對應唔應該將石頭變餅呢個嘅挑戰，呢個係肉體情欲嘅挑戰。當耶穌看見萬國嘅榮華嘅時候，佢要選擇到底應唔應該去敬拜撒旦，呢個係眼目情欲嘅挑戰。而耶穌喺殿頂嘅時候，佢要選擇到底應唔應該喺殿頂跳落嚟，馬上能夠去博取人嘅名聲嘅時候，呢個係今生驕傲嘅挑戰。上述嘅描繪代表呢場屬靈嘅爭戰喺幾時發生呢？包括咗喺創世嘅時候，喺耶穌嘅時代，喺約翰嘅時代，亦都包括咗我哋嘅今天。而且呢場嘅爭戰喺邊度發生呢？包括咗喺豐盛嘅伊甸，喺枯乾嘅曠野，喺聖殿，喺高山，喺我哋嘅公司、學校、家庭都會出現。還有呢場嘅爭戰喺邊個人身上會出現呢？而呢場屬靈嘅爭戰分別喺3類人士身上出現，而且佢哋嘅名字分別講咗2次。第一類嘅人士係小子們，第二類嘅人士係父老，而第3類嘅人士係少年人。人話呢3種唔同嘅年紀係代表緊信徒唔同嘅屬靈嘅分量，但係聖經冇證據去支持。較為合理係指到佢哋實質嘅年紀。小子們就係指到今日返緊少年團同埋兒童崇拜嘅小朋友，而父老可以指到今天家長團契嘅老人家，唔係代表佢哋信咗好耐，係佢哋好老先至信主。而聖經提到嘅少年人係指到20幾歲至到40幾歲嘅青年同埋壯年人。用今日嘅說話嚟講，係教會最活躍嘅中堅分子，佢哋扮演教會嘅長執、團長同埋團契嘅導師。而使徒約翰好刻意將在3批人當中嘅少年人放在最後，緊接15節嘅呢場屬靈嘅爭戰，到底係愛世界抑或係愛神嘅嗰個嘅挑戰。而約翰形容佢哋2次係得勝者。佢哋喺場屬靈爭戰當中，佢哋係選擇愛神。咁樣我哋就覺得好奇怪。既然呢班少年人係咁得勝，約翰點解仲需要去提佢呢？而且唔單止一次去提佢，因為第14節 B 聖經提到約翰係曾經寫信俾佢哋，代表約翰係唔止一次提醒佢哋。弟兄姊妹，即使你今天得勝，
唔代表你將來一直都得勝。當你覺得自己好掂，最弊就係人哋都覺得你掂嘅時候，其實我哋喺教會當中最高危嘅一族。當我哋返得教會內，亦有侍奉嘅時候，其實冇乜人會咁提我哋。我哋冇乜長輩，平輩越嚟越少，只有後輩嘅時候，邊個會提點我哋呢？其實呢場嘅屬靈嘅爭戰，愛神抑或愛世界，每日都會出現。最後，約翰提出3個嘅理由，鼓勵我哋唔好去愛世界，要去愛神。第一個原因喺第15節，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裏面了。當我哋選擇愛世界同埋其上嘅事，愛父嘅心就唔喺我哋裏邊。原來屬靈嘅路係冇中間路線，唔可能兩者兼得。第二個原因喺第16節，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從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點解我哋唔貪戀呢啲嘅私慾呢？因為佢哋嘅源頭從世界、從魔鬼個處嚟，代表佢個本質唔好，亦都帶嚟我哋嘅滅亡。正如我哋唔會去食從疫區嚟嘅食物一樣，因為個源頭係唔好嘅。我哋唔貪愛世界，第3個嘅原因喺第17節，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唯獨遵行神旨意的是永遠常存。乜嘢係永遠常存呢？唔係神嘅旨意永遠常存，那係遵行神旨嘅人係永遠常存。約翰嘅意思就係基督徒擁有永恆嘅生命，我哋應該追求嘅係永恆嘅家鄉。嗰啲短暫冇永恆價值嘅一時嘅快感咁 cheap 係唔夾我哋嘅。基督徒唔應該追求短暫污穢嘅世界嘅私慾，我哋應該追求嘅係永恆嘅生命、永恆嘅賞賜。